厨好时刻，阿旺哥，古味料理，香菇啊，今日来做的是香菇肉燥。香菇肉燥，搅翻搅面跟香菇肉燥。较早冇人好啦，较早哦，来赵先特是什么？爸爸妈妈啊，正经降天啊，正经写个咩？臭半夜的狂肉呀，千夜的狂肉。係啊，隔野菜啊，叫飯，係啊，是的。誒，算當好嘅呢？當好嘅，你啊冇時到你按好啦。香菇啊，正經的落水過後啊，嘅有一些腐，嘅是雜嘅一類兩類啊。咩？佢按豆有紅嘅，有黃嘅，有拍嘅，唔敢青菜炒老師咯。唔敢嘛。迄雜到靈芝田，你幹嘛牛樟芝就穿到嘅啦？越鮮豔越是有毒。哦。還有像個吞的那種，冇乜個色的嘛。哦。錄音加純情地啦。好，安尼今日啊準備好哦，今日我準備係咧雙醬豬啊，韓國豬膏肉來做，普通用咧種誒做咧種誒滷肉飯啊，當好傳啊，叫嘛嗰度閩南語嗰度做頭吧，該薑筋肉啊，薑筋肉該油下多啦，油下多，可是啊該油強多啊，對身體係唔好啦，哦，對身體係唔好，好，安尼哈，緊做。緊講，好，安尼下，老啲啊，豬膏肉啊，先嚟煸，好，你拿煸，嘿，拿煸，好，我嚟切，做啲啊，普通做啲肉醬、肉燥，做啲用當多油啊嚟煸，我認為是冇煸很多油啦，煸太多油吼，你要把後腿肉呀，嘿。只要本身有都有嘛，哦，哎，一本身是當多油，豬肉本來就是當多油咧啊，哦，安是冇變很多油啦，抗健，安尼啊變到風衝頭，安尼啊台灣的風衝頭啊還香，台灣的還香，哎，年紀的啊，阿泰，阿冇還香，你想嚴重要，記得嚴重咪較泰咪，哎，個子大沒有用，重看不重，沒有，哎，個子大。有個子大的好處啊，因為你像嬌小，難講個子大哇不中用哦。好，那個買好辣啦，用到辣椒，蒜頭、紅蔥頭、辣椒誒，嘿，咁辣椒普通係少鹽餅啦，我是一家好食辣啦，我是直接餅落去啊。哦，冇這些來攪嘛，哦，哎。我有買表連用誒雙醬豬啊，因為雙醬豬表落去啊，它的口感 Q 度，有比例冇？有比例冇？其實哦，大概差不多2/3的雙醬豬啊煮好啊，因為春情用雙醬豬未做得，好，我需要春情用雙醬豬啊，成本用高，哦，成本太高，打過來啊，嘅口感沒冇按好，因為它比較 Q，它脆脆的啦，哦，哎。你一下開始做出啊，係啦，已冇共用，因為啊，媽媽春前咪用當多油啊，煸，我感覺係，是俾用炸誒，用鋪嘅，後你一下正經咩講緊講控健啊，它係煸很多油啊，但是冇乜意思啊，做天時節目咪共用，希望係大家看到節目阿龍哥嚟做出嚟吼，咪再學起來。哦，其實你看一下，標油都出來了。係啊，你一行下油哦。一行下油。誒，不說我是冇用油啦。好，再過來，我炒的香菇沒有標。然後濕的香菇沒有標。生的沒有標，吼。誒，韓國標你一條幹。條腐幹。條腐幹哦，一般人不卡做在標條腐幹啦。冇會買嘅哦，係唔會標。冇，因為有乜講？我哋講，咁冇背啊，冇可能係做2月份嘅年啦。哦，佢可能做一木媽啦，太木媽，佢冇可能等於做。我幫佢講有冇蒜頭啦？會蒜頭，嚟，我哋用落去，有正經學嘢啊，我冇建議。哦，員工餐只係100出來，其他都注意一桶飯面食咗嘅。呢條新本冇講當多嘅，但點解全部要啊？那材料先睇喺哪度？要感覺熱一熱。一樣講誒。
而家咁都不用海sản咯，而家出現用肉哦。哎，香菇肉燥没有香菇海鲜燥啊？比較沒有人做海鮮燥，因為哦，海產哦，你做一幫嘛，體熱還夾快，天熱你啊再次加熱，你哈貢就磨成肉就磨成分用肉，香菇，生香菇，我會下炸的香菇。有人已經講囡仔是做出來啊，不是啊，該做魚了呀。你是做的是夾串，哦是夾串。對攪動的東西呢？係啊。好，快，好嘞，來，我，還把個秘密武器拿出來。哦，你啊，然後放葱頭、辣椒，先放落去。做了肉燥啊，一定要放掉放葱頭，放葱頭啊，讓會香。怎麼香？哎，讓會香。哎，厲害，葱頭那邊。全部好。哎。你葱要切嗎？哦，切到葱花。葱花。哦，你越嚟越多啦。哎呀，用到頭油。頭油。哎，頭油嚟去燒一下。頭油啊。阿哥，用到米酒。頭油米酒。香粉、五香粉，香粉啊，用到湯，少許湯，老香哈。不需要的，全是番榴。拍胡椒粉。好。你有蓋湯啊？是不用配湯啊？冇配湯，用到水。用水啊？鹽絲好咧，好嚟。哦，不要動，我手臂早係嘛？唔是啊。呀，最尾安尼呢？香蔥油，香蔥油，看油是當我寫的啊。這個拉鹹係嘛？頭油係啲。肯定係用到鹽。哦，頭油邊嗰個比較糊，係嘛？咩？頭油係鹹嘛，然後嗰種嘅鹽嘅冇香啊。好，你啊最尾炸嘅香蔥油，用香蔥酥、油蔥酥係嘛？油蔥酥也蒜酥春雨做的。搞定。葱花啊。哇！嗰種嘢倒食會濕濕嘅啊！照着冇毛色啦，因為叫麵啊，叫粉。老闆來碗八寶麵。
一定吗？姜老师喽，香菇了，姜老师喽。哦，来香菇哦，有丰富的多糖体啊。其实哦，按台湾啊，掠下香菇冻好又冻酱啊。你大白用泡用油啊，唔好食。按因不卡是乜个？山西啊，武汉那些你做咧煮一锅的，因为肉酱。买给你用松板猪、猪膏肉，韩国安尼的香菇啊，我用走的香菇、老湿的香菇两种啊，来向下炒，加掉的配汤也是用水啊，然后去嗦一下，最主要啊，个最尾啊，嗦得好袂啊，我加掉客家的葱油，韩国安尼呢乜个呢？还有红葱酥啊，走的红葱酥啊，来搅搅啊，我哋讲，佢做落起来啊，佢变落变相山西啊，因为用拍饭，唔会炒菜啊，佢搅落当杯啊，也系煮一把的面啊，来搅搅，我哋讲，阿妹我当好食咯，你一定来做看看啦。香菇肉燥、蒜头、凤松头、葱头、辣椒的、葱的切幼幼的、猪肉、豆腐干、香菇切细细地准备。先填猪膏肉煸皮香，再加豆腐干、香菇、葱头、辣椒的、蒜头、凤松头，再加掉豆油、五香粉、糖、白胡椒粉、凤松油、洋葱油、水调味。之后腌掉的葱的，搅拌入面，安尼好食的料理就在桌上做喽。